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10月8。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2篇，申命记24章第1节到第5节，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0节到1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托。婚姻的关系是一种信托的关系。因为婚姻，你必须爱委身。委身不但是一个决志，要爱来听，嘛要爱为着对方来付出，也就是决志要爱全心全意将家己来托付给对方。圣经常常用夫妇的关系来论到伫人甲上帝的关系，用婚姻来讲到人甲上帝救恩的约。摩西伫申命记24章第1节到第8节的教导非常容易引起误解。若亲像讲摩西甲上帝看不起妇人人，无互离婚的妇人人有所出路。其实咱知这是因为当这是社会背景的关系。但是咱如果真斟酌来详细读经文，就会看到摩西律法真正的精神。离婚，咱讲的休妻，基本上是无有将家己来托付给对方的一种问题。所以呢，摩西伫律法的教导的中间，叫咱袂当来食回头草，迄是上帝所厌恶的。圣经讲，人若有娶某了后，知某有见效的事，无爱伊，就通写离婚书给伊，叫伊离开。伊离开迄个家了后，通嫁别人。若是伊后来的丈夫无爱伊，搁写离书来互伊，甲伊离开，也是迄个丈夫死去，伊迄个以前甲伊离开的丈夫袂用得伫伊受拍垃圾了后，叫伊搁倒转来，搁娶伊做某，因为这是上帝所厌恶的。毋通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产业的地来犯罪。无论是摩西律法也好，还是保罗的教导也好，拢毋是因的教导，迄是对上帝来教导的甲标准。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10节到16节，已经结婚的人，我命令恁。其实毋是我，是主的命令。查某人毋通离开丈夫，若离开就守独身，若无就搁甲丈夫和好。丈夫嘛毋通放杀某。对其他的人，我讲毋是主讲的。男的信徒若娶无信主的人做某，无同意继续甲伊住，伊就毋通甲伊放杀。若有女的信徒甲无信主的人结婚，丈夫同意继续甲伊住，伊嘛毋通放杀丈夫。无信主的丈夫会因为信主的某得到上帝的接纳，亲像安尼。无信主的某嘛会因为信主的丈夫得到上帝的接纳。若毋是安尼，因的囝儿就无属上帝。其实因是属上帝的。毋过呢，无信主的人若要离开，就出在伊离开。伫即款的情形，信主的丈夫也是某，就无受婚姻的约束。上帝呼召恁是爱恁甲伊徛起，就知信主的查某人兼采会救家己的丈夫，就知信主的丈夫兼采会救家己的某。
保罗也非常诚实来交代，伫教导的中间，属伫家己的意见，是伊对上帝所领受婚约的标准。这是当初时初代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就是甲外邦人非基督徒结婚的事。重点是伫婚约的中间，就爱彼此信托。这法可以达到咱时常被错误引用保罗教导讲什么信甲无信的袂当同担这个担这是错误的吼。诗篇112篇，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敬畏上主，深深意爱伊会改名的这款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子孙伫以色列地一定会强盛。正直的人会后代一定会受祝福，因为家内充满财富，因好的行为存到永远。正直的人伫黑暗中有光的照因，因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慷慨照人，佮公正处理家己的代志的，这款的人事事顺利。义人绝对袂失败，因永远互人笑脸。歹消息因拢毋惊，因为心坚定，倚靠上主。因的心自在，拢袂惊吓，最后会看到对敌互上主拍败。因慷慨真济善车人，因的好行为存到永远。因的头会当举悬，受人尊敬。歹人看了大受气，假牙切起，梦拢无去。歹人的心愿拢落空。求主帮助阮正做圣洁伫生活中，无论是甲人的关系，也是对上帝的关系，会当有信心，会当来交托上帝。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